台市安定区所处中贤宫三档一区的运动节当中，小王尊送陈水爷由天河仪式当头戏，早伫1770年的举行历史悠久，加上相关鼓励完整，伫2010年的订立相关民俗甲有关文物。不过，灭方徛伫完整文物殿顶无形文化资产的顶柜，希望进一步对市定到国家级的保护展出。你譬如像王船，阮准无咧外请呢，阮拢家庄内家咧做呢。阮后文武殿，阮也是拢家庄内呢。准你若讲要有一殿武殿，就足不得了啊！阮文武殿还阁保留掉的。阮准虽然社管，但是阮文殿准嘛也有咧考啦。即个所以讲阮千岁爷若科技高无一项阮会去甲做改变的，就是讲维持阮原底所有的文化。所以讲希望即个政府咱国家会当维持即个，无阮小庄头也无企业咧停，阮每一科拢是安尼，就爱3尖5尖出里底人扣，所以讲真辛苦啦。买一科就开1000多万一个庄头安尼也有8角头，你来咧烧停，安尼扣几百万啊，佮对外募款几百万啊，安尼阮倒有通做一科少。你若有政府伫咱烧停互阮会当延续即个文化，迄也是国家之幸啦。为达成国家民俗目标，定向立委过国文တင်前，在和立委就邀请立法院财委会南下座谈，包括文化部、主计总处、审计部等单位拢到场。咱地方文化局甲文资处嘛乐观其成，表示会全力辅导，同时文化部的官员嘛当场答应会全力配合。我柳亚人所以我回到大家在这里看到大家都觉得好兴奋然后呢，更重要的是有委员有这样子，坦白讲我们都会有时候会觉得说文化预算这么少，是不是大家都没有看到这一块？但我今天连续听2场，我就觉得委员对于这个文化事务的思维比我们都还要进步和先进呢他就是不是看单点的，他要看整个面状的带状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因为各位的努力让他看到了这个契机所以我希望说以后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部门的共同协力呢，能够在局长的带领下，只是局长从大学来，从我们博物馆来，他对这方面的专业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再跟各位的这个热忱和努力一起结合起来，我想这个委员所交代跟指示的，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以上。如何将无形的文化资产整合、电线面串联，将是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所以，国文强调，包括安定所处中贤宫、甲第一大天府真福宫拢同款，会全力争取成国家民俗。希望后一个科技进程会当顺利审议通过。那无形文化资产呢，优质的宗教文化就非常重要。特别呢，我们原来曾文溪人在这边呢有这个王尊节，这王尊节呢，不管是西港乡啦、客家乡、麻豆乡、嘉里乡，咱安定中贤宫这王尊节都相当的有意义咱希望呢，将来让更加多人看得到，让它形成另一个台南的公共动能，同时也可以延续优质的宗教文化。所以这是今天特别办理这个会刊的最主要关键的原因。我希望能在下一次咱做就进前这无形的文化资产的成分会当提升，提升变国家级的无形的文化资产。这嘛是今仔特别邀请文化部南下的上届主要的原因。我嘛希望台南市政府会当继续推动。甲预计3天后，文化部专案考察小组才会当现场记录，并送交文资审议会认定。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